台湾第109年哦，这是正做考第一的会疫区，互伫麦当开放外销。防疫署是呼吁讲，即马要过年咯，提醒民众入境就千万唔通载国外肉制品转来台湾。旧历年就要到啊，真侪民众拢会趁年节送礼出国旅游。防疫检疫署就提醒，台湾周边的国家拢是属于非洲低温区，所以边境的管理就真重要。伫过年期间也会加强宣导旅客，卖炸猪肉制品的物件。生鲜的是部分有，就是没有经过煮熟的。那也有猪肉制品，譬如说香肠啦、腊肠，或者这些已经做好的这些饼干啊，这些东西，还有肉制品的，其实里面都有可能会有病毒的潜藏在里面。目前台湾伫109年正式封列做考第一会疫区，113年也封认定做非洲低温的会疫国。今年5月份也有机会正做是传统低温的会疫国，无简单有这个成绩。兽医师工会提醒，不管是青肉也是其他的肉制品，拢要避免对国外炸入来台湾。其实我们一般的把关其实会在猪场跟在屠宰场。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说国外的猪肉的这些食品，或是国外的生猪肉都不要带到台湾来，让台湾的猪只受害到。防疫署也指出，过年期间旅客较侪，到时阵也依照入境人数进行流量管制。另外，当年1月初6是兽医师节，防疫署表示，因为兽医师的拍拼，台湾低温济动物的防疫，才会当做了这么全面。拜一也特别颁奖，予服务30年到70年的兽医人员，感谢全国兽医师伫动物防疫、公共卫生、食品安全的贡献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